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圖書館智能讀書堅讀書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圖書主題係關愛。今日我要介紹作者唐啟峰先生的熱銷作品《別怕不一樣》。講到不一樣，好多同學會諗到個性化或者與眾不同，而唐啟峰先生書中的不一樣並非如此。作者眼中的不一樣是在遵從社會準則、符合公序良俗的基礎下，我們要愛自己，要為自己去尋找適合自己的路，要去以欣賞的眼光審視自己，要以讚賞的心態鼓勵自己，更要以信任的態度成就自己。以下想分享兩個令我印象深刻的部分。其一，作者在書中提出一個問題，問讀者：你愛自己嗎？睇完我更想問，你真的愛自己嗎？我們口中講愛自己，但總在挑剔自己，有時只是為了在別人笑自己之前，自己先踩自己一腳，免去被笑時的尷尬和刺痛感，只為讓自己顯得更瀟灑。但我們的內心深知自己想獲得愛，想獲得認同，所以真的愛自己就應先去接納自己。縱使並不完美，但你是獨一無二的，不需刻意貶低自己。如果真的愛自己，最基本應該要接受自己。其二，作者提到我們也默默為自己的人生努力住。我相信每一位同學都曾經為自己的目標而努力，或者現在正在為自己的目標努力。在努力的過程中，我們可能大獲成功，也可能備受打擊，但相信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一定有所收穫，有所成長。所以我們應該為自己的付出而高興，只因你真切地為愛自己做咗一些努力。如果有做到頭先我講既接納自己同為自己努力的同學，請你繼續好好愛自己。如果未做到，現在為時未晚，請你試下去愛自己。最後，作者提到大家要繼續活出自己夢寐以求的模樣，只因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，相信你值得被愛，都期待你為自己努力，被自己所愛。如果同學對頭先本書有興趣，歡迎去圖書館借閱。另外，如果對作者唐啟峰先生的其他書有興趣，亦歡迎到圖書館借閱。而唐啟峰先生將會於5月26日到校出席閱讀分享。如果有同學有興趣與唐先生面談，可以到圖書館留下姓名班別，稍後圖書館會向你發出邀請，並詳解當日安排。